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勇闯东南亚。最近这个目前最大的杀猪盘的幕后操纵者陈志被美英联手给抓了，150亿美元的这个比特币是吧？被美国司法部没收。这个事情在网上炒得比较热闹，大家都比较关注啊。我看这两天陈浩和印度某些官员合影，也在网上这个流传，给这个陈浩颁奖。隐隐之中总感觉有一种错觉就是陈浩做的一切，或者说就是在东南亚发生的这一切，这个在印度到底是什么一个影响？我有时在想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小孩高中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然后明明对吧，国内媒体对吧，铺天盖地的宣传东南亚电信诈骗、赌博，严重的还有嘎腰子对吧，各种非人折磨，就是这么铺天盖地的宣传之下，依然还有人上当受骗去东南亚闯一闯对吧，甚至有很多青少年，当然也还有明星对吧，被骗到东南亚的。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去东南亚？为什么会这么容易上当受骗？难道他们真的都是心甘情愿或者真的都是被骗去的吗？不太理解你看网上你随便打开一个网站，这个社交媒体关于东南亚诈骗、电信诈骗、嘎腰子，各种报道没有断过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小孩、年轻人去了东南亚？所以叫勇闯东南亚。今天南方周末他有一篇报道，叫一位14岁少年决定去东南亚挣大钱，标题就是这个，14岁少年勇闯东南亚。你说这叫什么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看看这个南方周末他是怎么报道的他说没有手机，没有银行卡，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2025年5月21日，14岁的山区少年李浩然决定立刻前往东南亚。14岁这是一次父母浑然不觉的出走。约1周后，在广西和越南的边境线上，少年用借来的手机联系母亲：“我要挣大钱了，回来给你们花。”李浩然说靠敲键盘挣钱，但母亲相信儿子是被那个姓罗的朋友带去做电诈了。李浩然在出境后被多次转卖，先到缅甸妙瓦底，又在辗转经过老挝时被卖到柬埔寨。在国内铺天盖地的反诈宣传中，李浩然和他的少年朋友们却像活在了另一个世界。南方周末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少年朋友圈对电诈是另一种看法。如果干得好，上岸是分分钟的事，没钱的时候都是废的。自己不去诈骗，只介绍别人出国敲键盘，也算犯罪吗？你看看这个14岁的少年头脑里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说前一句来自16岁的小超，他是李浩然的表哥。李出走的那晚，他给了20元钱，并试图提供偷渡出境渠道。后一句来自15岁的小易，他原本打算在李浩然之后也出境。最后一句来自18岁的小峰，这都是化名李离开前1个月，他也被多次邀请前往东南亚。我又想起了那个一个女孩去埃及对吧，在她父母眼里那都是乖乖女在埃及失踪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个绑架团伙，她是个头目或者她是成员。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包括李浩然在公开报道里，至少有10名未成年人在2025年夏天消失在东南亚。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家长通常说不清孩子出走的原因，但很快就会想起孩子身上那些不太对劲的细节，被电信诈骗，参与网络赌博，吵着说要挣大钱。在青少年或明或暗的亚文化世界中，电诈像是通往财富的冒险之途。在周围人未察觉的虚拟世界中，他们一次又一次涉险，直到有一天他们也变成犯罪组织中的一环，成为招揽新人的工具。2025年10月18日，经中国警方解救，李浩然回到了位于古蔺县的家中。南方周末说第2次离家出走，说李浩然出走后父母觉得孩子离开或许与摩托车被扣有关，但他们也说不清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照片里，李浩然有一头天生的卷发，身高已超过1.7米，戴着一副时髦的大眼镜，乍一看要比实际年龄成熟。他和小海同在乡中心学校读初2，出走前一天，他们打算
骑着李父的摩托车逃课去隔壁镇玩，这已非李浩然第一次逃课。乌蒙山区的道路陡峭又弯曲，这个李浩然踩着拖鞋骑得飞快。小海回忆40分钟的摩托车车程，同伴那天只开了20多分钟。到了隔壁镇，遇上交警，两人既没驾驶证，也未满18岁，车被扣了，赎车要缴纳1000元罚款，还要车主本人才能取回。小海见李浩然非常慌，一直冒着汗，他拿不出这笔钱，也不愿将此事告诉父亲。那天好几个朋友都接到李浩然的借钱电话，但他们也没有钱。同样为了避祸，2025年3月底，李浩然有过一次离家出走。当时成都有他的网恋对象，那个在汉堡店打工的成年女孩说他们认识不到1周。李浩然说和朋友打架，担心被爸爸打，他才借给李200元路费去了成都。二人并未天天见面，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这个李浩然呢，还把家里人给拉黑了，父亲联系不上儿子，就在孩子班级群里询问，请儿子朋友劝返。约2星期后，母亲承诺每月给他500元零用钱，孩子回家了。这是一个普通的山区打工家庭，夫妻有3个儿女，李浩然是老大。2000年前后，父母都在初中阶段辍学外出打工。你看看，一代传一代对吧？父母初中辍学，儿子也是初中辍学。那个电诈杀猪盘的那个操盘手陈志吧，也是初中辍学。实践证明这个读到初中就够了，后面读不读都无所谓2010年18岁的李母生下李浩然，你看看18岁就生小孩了。所以说这个家庭叫轮回这叫什么？决定回村，不想儿子成为留守儿童。此后家里主要靠在工地做混凝土生意营生，他们贷款买了一辆小汽车，在镇上买地，打算盖房供3个孩子上学用。转折出现在2024年，混凝土生意不太好做了，李母重新到广东打工，留丈夫在家。在母亲眼中，李浩然喜欢和人说话，是个暖男，干活也勤快，洗衣、杀鸡、做饭都熟练得很。然而上初2后，孩子进入青春期，成绩下滑，还会抽烟喝酒，父母打他，不仅摔了手机，气急时甚至把酒灌进孩子嘴里。李浩然比父亲的个子还高，父亲记得孩子沟通变得异常艰难，他什么都不和我说，如果读不进书就早点出来做事，这个家还有无数的活等着夫妻2人操心，我们这条件不能不干活。从成都回来后小海看到李浩然身上有被父亲打过的伤痕，后者上课一直睡觉，还把书撕了，没说想要跑，只想把这3年混完。这次出走，小海成为警方、家长轮番问话的对象，这让他特别慌。实际上小海差点也和李浩然一起离开。那天傍晚，小海打电话回家哭诉没饭吃，想回家，其父母让小海在隔壁镇亲戚家住下，5月22日才把小海接回家。小超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了5月20日晚他与李浩然的聊天截图。接到李浩然的电话时，小超正在前往广东打工的大巴车上。李问是否有赚钱的门路，小超提议可以去罗金桥那里，即李母提到的那个姓罗的朋友。这个李浩然呢，和罗金桥关系好，约1个月前，罗金桥通过一个大哥去了东南亚，小超也认识这个大哥，如果要去还能帮忙联系。直到进入苗洼底一处园区，李浩然终于告诉母亲，我挨罗金桥骗了。你说这么一群山区少年都是问题少年呢，父母初中毕业，然后对吧，这孩子也初中毕业，或者叫辍学，这不就是恐怖螺旋吗？这一代不如一代说5月20日当天，小超找那位大哥安排表弟出境，但李浩然联系了境外的罗金桥，后者直接从小超手中劫走了这头猪仔。第2天，小超得知表弟骗了他，就催对方还了20元钱，直到后来警方立案，他才慌了神，但又感到庆幸罗金桥插了一手，自己不用进局子了。本来是你看看这个什么表哥这小超是那个李浩然表哥要这个小超找这个罗金桥，那就把他表弟给卖了，卖到东南亚去。结果这个罗金桥直接跟他表弟联系了，那就相当于把他撬了嘛，没有他这个中间商什么事，所以他还准备跟他表弟要这20块钱。你说这都是什么人呢？
这个李浩然当时以为，包括猪仔每人都能从贩运环节获益，他从罗金桥的渠道离开，正是对方答应分他1万泰铢。罗金桥这群山区少年的共同朋友，在他们的描述中，罗皮肤黝黑，初2前后辍学，从胸口到左手腕一整片纹身。2024年夏，他不满17岁，来李浩然家办混凝土。李母当时挺吃惊，想这娃还这么小就出来赚钱。这个朋友圈里，小超、小峰、小易、李浩然都在初中阶段动过辍学赚钱的念头，有的甚至直接离开学校。李浩然母亲证实，身边好几个孩子都是初中阶段辍学出门打工。这个小峰在当地一所中职上学，与罗金桥的生日只相差几天。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自己父亲在外地上班，母亲离婚后离开当地，兄弟姐妹也不在身边，青春期自己时常无聊又孤独。近10年来，罗金桥都是他好朋友。初次见面的少年通常会互换快手账号，此后交往就如成年人类似，见面时互相散烟递茶，一起玩游戏，一起抽烟喝酒打架，朋友也把朋友带来介绍彼此认识，有时酒过3巡，大家谈论的也是挣钱打工的陈年话题。在同龄人眼中，罗金桥是讲义气的兄弟，帮朋友打架，有时出手阔绰，请朋友喝可乐吃零食唱 K 跳舞，朋友需要时他也时常帮忙。但在大人眼中，他从小就叛逆，没念完初中就在街上游荡，经常睡在朋友家，即便回家也只是换件衣服吃口饭，不如他们说更多话。这个罗金桥啊，想的都是挣大钱。小超觉得能理解罗为什么要去东南亚，作为男人有了钱才不会自卑。2025年清明节后，小超没告诉一直在外打工的父母，就与朋友一起去成都找工作。他一度连中考也不想参加，不是不想给父母争光，实在是学不进去。这个罗金桥啊，他的生父啊犯罪坐牢，后来母亲在他10岁的时候再婚，又有了一个小孩，而这个罗金桥呢就留在村里面，住在继父的父母家。你说这关系得多乱呢？这就典型的啊，只管生不管养。继父的父母给他留了一张床，那你说这个能叫这个罗金桥的家吗？辍学几年间，罗金桥去过泸州、新疆、福建等处打工。2025年2月，15岁的小易从爷爷处拿了一笔钱，和罗金桥一起去福建泉州市打工。小易说啊，罗找过同在泉州的生父，希望买个手机，但对方没给钱。二人一起去泸州玩时，罗也不回生母家，我知道他们家里不管。这个罗金桥不就成了社会边缘人物吗？生父不管，生母也不管，生母改嫁也不愿意带着他生活，把他放在继父的父母家。这些亲戚都说不清罗金桥辍学原因，那当然说不清了，对吧？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这个叫什么抚养啊，说基本上不跟我们联系。罗金桥外祖父说啊，外祖父55岁，平日在村里干活，闭口不谈女儿在泸州的生活和外孙留在村里的原因。罗金桥生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5年5月，孩子与他联系了一次，他以为儿子在厦门打工，还让他在那边好好上班，能联系就说明还在国内。实际上，罗金桥当时已身在境外，此后儿子再也联系不上了。调查李浩然的案件时，警方找这个罗金桥的母亲啊，问罗金桥失联时间。这个罗金桥的母亲说啊，我啊也没给罗金桥报警，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也就是说，他对这儿子是不闻不问的，联系不上就联系不上。2025年7月、8月间，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12个在东南亚失联孩子的家庭，孩子年龄最小14岁，最大的22岁。一些家属觉得孩子失踪前没有异常，结果一夜之间就不见了。有的家属在孩子失联约1周后才了解他的去向。一位15岁的青少年失联后，父亲甚至从孩子朋友处才得知他早已从广西出了境。这些家庭存在共性，来自欠发达地区农村，父母有一方或双方都在外打工，不少孩子还在单亲家庭中长大。2020年，生活在柬埔寨的华人欣欣开始受家属委托，与不同园区公司谈判，捞出他们被困在电诈园区里的家人。他发现求助的家庭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留守，父母离异情况较多，父母困于学历、见识、观念等原因，缺乏对小孩有效管教，甚至并不了解孩子。
一位来自湖南省永州市的母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5年5月，她刚满18岁的孩子在广西防城港市附近失联。这位母亲平时在外打工，孩子主要由留在当地的父亲照顾。她说不上孩子学校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爱好，只记得个个都拿着手机在那玩。一位家属在孩子失联后登录他的社交账号，试图寻找线索，但也说不清网络上的人与孩子有怎样的交往。我们也是受害者。罗母强调自己的委屈，孩子不如他一起住，只是过年回来。2025年春节后，罗金桥去福建打工，认识了谁，又被谁叫去东南亚，自己都不清楚。到福建肯定找的那个陈志的马仔。小时候他爸和我都没带过他，所以他有啥事也不跟我讲。这个南方周末说啊，他说离李浩然最近的反诈海报就贴在他上学住的房子门口，一开门就能看见，不出租出借银行卡、手机卡，不前往东南亚国家。你说这不是个讽刺吗？说从5楼走到1楼，这张海报出现了10次。但比反诈宣传更吸引李浩然的是他从身边人网络上感知的财富幻影。出走后啊，他告诉家人，与朋友出去玩时，看到别人有一大把钱，每天晃来晃去，自己手里通常只有几元钱，便心生羡慕。短视频世界里，16岁就开奥迪的网红也让他着迷。当时他脑子里想的都是打游戏、拍照、谈恋爱、开车、打台球。这个李浩然啊，恐怕还有偷东西的习惯啊，卖过首饰啊，然后还接触过网赌。在少年圈子里，网赌称为 PG， 这一黑话来自互联网，指戴某类披着娱乐的游戏外衣，但内核依然为老虎机、捕鱼机网络赌博。与之相关的黑话还包括麻将胡了、闪金女王、拉爆，对应不同的网赌游戏筹码和奖励。那这些恐怕都是那个陈志啊开发推广的啊。小易与罗金桥在泉州时也玩 PG， 他们往一个叫旺财28的 APP 里充钱下注，也中过1000余元。一位甘肃省的单亲母亲提到，其未满18岁的孩子前往东南亚前，曾以各种理由问他要钱，搞坏同学东西，吃不饱饭，工资发完了，要的金额通常为几百元。后来他从前夫和班主任处得知，孩子偷偷把爷爷的几万元钱转走，还参与过网络赌博游戏。南方周末记者登录该 APP， 发现只要点赞评论，马上就有人私聊，推荐包括国内地推、大飞走私，就是摩托艇走私啊，账号出租等各种生财之道。新英说啊，未成年人追求的是钱，对其他并不重视。他营救过一个被蛇头骗招的未成年人，甚至想赚贩毒背货的钱，结果被卖到了电诈园区。想成功先发疯，不顾一切向前冲。与南方周末记者见面时，小超主动提起电影孤注一掷的台词。小镇上一直有传言，年轻人去了东南亚，人都废了，手掌被切掉半个。但与南方周末记者见面时，小峰说啊，只要我们不去招惹他们，电诈园区里恐怖传说他是不怎么怕的。在这样的农村少年圈子里，电诈并不远。小超与从电诈园区回来的同龄人一起喝个酒，对方聊着聊着就开始招人。他还有参与过洗钱的朋友，也有从电诈园区赚到钱回国的同乡。在他眼中，罗金桥如果做得好也能上岸，那些打人的视频太夸张了。从沉迷灰色网络世界到进入现实的电诈园区，只需要认识一个大哥。小超和小易同一年级，2025年春天他们相继辍学，在找工过程中遇上了大哥。罗金桥是第2个被找到的。2025年4月中旬，罗金桥来成都找小超，在小超工位上，老板看见罗金桥，第2天就问小超那个花臂是否愿意出国。小超一开始劝罗金桥，觉得那边有点危险，最好还是别去。但没过几天，罗金桥给他发信息说自己走了，以后每天给他报平安。当时小易接过罗金桥从成都打来的视频，他要不在大馆子里聚餐，要不就在 KTV 和酒吧里躺在沙发上看舞池里的女孩跳舞。在泉州时，罗金桥身上现金从没超过50元。小易就问他，得知是老板请客，他先去成都，再去泰国，让我一起过去。第3个见过大哥的人是小易，但大哥换人了，新大哥30多岁，胖胖的，戴个眼镜，与罗金桥一起身在东南亚。小易听说这个大哥也是古蔺人，就想见见，结果
对方直接视频面试了他。我当时问他要不要办护照，他说不用，直接过去。偷渡带走李浩然的是另一个大哥。李浩然告诉父母，一辆奔驰车接走了他，奔驰大哥把他带到泸州市，给了他一部方便出境联络的手机，又安排他洗脚，带他到处玩。4天后，李浩然一人乘坐大巴来到广西南宁市，由另一个大哥送他出境。那批共有8人。星星解释这与电诈犯罪链条不同环节分工模式有关，大部分人员由东南亚的公司代理直接招募，公司预先垫付费用，安排蛇头对接规划偷渡路线。这意味着这些少年没到当地就已经欠公司一笔钱。当蛇头想谋取更多利益时，也会直接骗招或暴打威胁一些已经到了当地的未成年人，让他们承认是成年人，自愿留在公司工作。罗金桥去了东南亚，也想成为大哥。小超分析其老板让他招到更多人后，他自己同伴同样能升职他让小超一起到东南亚，也让小峰找学校里不想读书想赚钱的同学。几乎同时，他还在朋友群里发出邀请，工资保底1万、3、4万、30-40万的人比比皆是，过来车费、路费、吃喝拉撒全包，大家都是一个地方的，没必要骗人。小超一开始犹豫过，罗金桥给他打过2次视频，还共享过位置，说那里顿顿有肉吃，抽的烟换成20元的七匹狼和40元的荷花，那岂不是过得比我都好？小超说。小超和小易本想等中考结束后再去找罗金桥，结果没等中考开始，李浩然失踪了，罗金桥也失联了，他们都没去成东南亚。2025年5月，小超满16岁，在成都大哥那里做满1个月，拿到1500元工资。他用这笔钱买了车票，几经辗转来到广东省顺德市，与一直在此打工的父母住在一起。6月底，他回学校参加中考，还办了银行卡，领了工牌，目前在顺德一家数控工厂上班。与南方周末记者见面时，他说过段时间想出来自己住，还打算考高级车工证，每月能拿1万多元。小易则在学校留级，9月开学时重新回到学校。这个李浩然刚到东南亚时，给母亲发了一张照片，拍的是偷渡时搭过的丰田越野车，问他车帅不帅。到了园区，他顶着才染的黄发，告诉母亲，公司老板对他挺好的，给他生活费，还给他买衣服，款式跟你买的差不多。但很快，老板觉得他年纪小，不想用他。此后，负责赔付金谈判的人加入了，称李浩然父母不给12万元赎人，就把孩子转卖到其他公司。被转卖几次后李浩然面对新买家会主动把年龄报大3岁，母亲只求儿子在那边能保命。但坏消息还是不断传来，因为没有业绩，他经常被打、被电击。8月底到10月中旬，在柬埔寨的不同园区，他至少被转卖了3次。给父亲留言，我又换了个地方，电棍差点给我电死了，刚刚被电了，好难受，爸儿，我想回家。2025年9月3日受访时，星星自称在8月份救出不少被困者，其中包括5个未成年孩子。他说难以知晓园区里究竟有多少个未成年人，但从做这行开始，就不断接到未成年人家属的求助信息。他预估这类求助约占其总量的10%。接触从园区里出来的未成年人时，星星经常发现他们身上带有与成年人相似的表现，行骗、打架、嫖娼。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未成年人进园区后迅速被同化的结果。5月30号，李浩然父母报了警，当地派出所以李浩然偷渡到境外为名受理此案，并逮捕数名组织偷渡的蛇头。夫妇还求助过民间救援组织，希望联络园区和公司，了解孩子的赔付与回国费用。如果通过民间救援组织，费用需要20万元甚至更多。夫妇很犹豫，父亲说孩子走后自己干活好像失去了意义，但家里还有2个孩子，以后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母亲则想，如果孩子能回来，说不定还能继续上大学。10月初，当得知父母准备卖地赎人时，李浩然在微信里告诉父亲，还不如不要救了，家里面困难，还有2个妹妹，到时候他们考上大学，我又不成器，我从来没有想过后果和代价。李浩然对家人说。被中国警方解救回国后父亲还没来得及带孩子去医院做全身检查，李浩然的手臂被打骨折了，又似乎慢慢长好了。父亲问儿子是否愿意继续上学，
学。李浩然说啊，害怕别人嘲笑自己，不读就休息一段时间。父亲觉得孩子还要走一段很长的康复路。10月开始，村里有传言罗金桥已在东南亚遭遇不幸，朋友们无法联系罗金桥，也不知道消息真假。10月18日晚，南方周末记者电话询问罗母，他说在辅导孩子写作业，没有罗金桥联系过，他一直没有报警。你们有什么事找警察，我没有时间。这是一个母亲啊对儿子失联的态度，就是你们有什么事问警察吧，我没时间。所以我看完了这个南方周末啊，关于这个一群这个山村的少年，为什么他们会去东南亚？你不能说他们都是受骗的，实际上他们是故意要去的，对吧？去就是奔着赚钱去的。南方周末说了，这群人呢都有一个特点，对吧？家里面，总之啊，就是问题少年、贫穷，对吧？留守儿童，父母自身没文化，他们的父母看样子都是90后啊，这小孩才14、15岁，那这个罗金桥他妈18岁就生孩子了啊，李浩然呢？李浩然才15岁，那他妈才30来岁啊，他爸也30来岁，都是90后嘛，所以这个社会问题很严重啊。但是偏偏啊，这样的家庭啊，他喜欢生，你看一家的3、4个，最少的2个，管生不管养，他们对生孩子是有一种这种叫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执着。你看这个李浩然啊，家里没有正经收入，没有固定收入啊，按理来说，你看已经有李浩然这个儿子了，是老大，下面还生了2妹妹，生完就不管。第二个啊，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被警方解救回来的，没有进行这个公正的这个司法审判，就是把他解救回来都是当做受害者解救回来，实际上他们很多不是受害者。那这种解救反而是一种叫助长滋生的这种歪风邪气，是一种鼓励和纵容。因为你看他们回来之后他就吹牛啊，对吧？我在东南亚走一遭，赚了钱怎么样，都成为他一个资本。那些青少年，对吧？那初中生一听到这个别人这么一吹，加上他们家里没钱，正是想花钱的时候，玩游戏要充值啊，喝酒要钱呢，对吧？然后学习也看不到希望，再加上别人一说啊，东南亚多好，不行还可以被人解救，对吧？那里宣传的啊，说什么嘎腰子啊，手砍断呐，那都是假的，哪有那么严重啊？所以说那青少年他哪分得清啊？然后跟着大哥就去了又被你解救回来他又吹，不就是恶性循环吗？所以说啊，这些所谓的啊被骗到东南亚的，有几个是真的被骗的，绝大部分人是自己愿意去的，他也知道后果，但是他们被解救回来，没有受到法律的这个严惩，被当作错误的当作受害者对待，这样对吧，就会鼓励更多的人去，纵容了更多人去啊，恶性循环，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去东南亚电诈，为什么那么多人上当受骗，所谓的上当受骗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东南亚这个园区禁而不止，对吧？屡禁不绝，主要原因啊，有人在放水，有人恐怕愿意看到这种局面，要不然那些什么印度官员跟这个杀猪盘的这个陈志合影留念颁奖，看看韩国人是怎么对待东南亚这个诈骗的，广西对吧？那个偷渡怎么就那么容易？这里面是不是有灰色利益链条？是不是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吧？现在的科技啊，现在的这个监控啊，各种手段，你连只蚂蚁对吧，连只鸟雀想飞过去都不容易啊，怎么这么一次就能组织7、8个人、10来个人偷渡呢？而且坐着丰田车啊，坐着丰田车呢，肯定是大摇大摆的。所以说啊，这里面那么多人勇闯东南亚，问题在哪儿？从山村少年对吧，到这个东南亚电诈园区里面的一个诈骗犯，这中间有多少灰色环节啊？养活了多少人？这不就是个灰场吗？黑场。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